昨4月23是国际阅读日，嘉义市政府邀请全国17间独立册店甲33个文创业者做伙举办阅读市啊，希望民众体验看册趣味，嘛了解独立册店的精神。册档头前，民众专心找家己要爱的物件。4月23是国际阅读日，嘉义市文化局甲在地独立册店邀请台湾各地有特色的独立册店举办活动来推广阅读。当互咱了解到，因每一间的生存之道、推展读册这个文化，拢有无同款的手法。就是来这边可以就是看看不一样的东西。来遮参加活动的独立册店，每一间拢准备无同类型的册，有在地文化人权等等。甚至阁有册店家己做台语文的教具甲文创商品，要来推广台语。台湾的罗马拼音啊，这个其实已经在台湾用了100多年以上的这种拼音的方式，来教不管是不是小孩，外国人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学台语。每一个独立书店都是一个另类的微型图书馆，这是每个店老板都有自己着重的面向，跟想要跟他的读者沟通的理念。他这个活动跟一般的活动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文创，然后比较有亲和力，然后可以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嘉义市文化局表示，4月23是国际阅读日，独立册店提供民众无同的阅读方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培养民众看册兴趣，也丰富阅读的内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